三生製藥股票代碼1530，近日股價表現強勁，出現明顯反彈。喺今日盤中，股價最高嚟到30.8港元，比起前一個交易日嘅收盤價29.16港元，大幅上漲超過11%。尤其值得注意嘅係，喺目前港股大盤整體偏弱嘅環境下，醫藥板塊卻逆勢上揚，成為推動三生製藥股價上漲嘅主要動力。市場消息亦都顯示，近期資金明顯流向醫藥類股。投資人正積極佈局相關優質標嘅，帶動三生製藥股價表現亮眼。從日線圖嚟睇，三生製藥喺經歷一段時間嘅橫盤整理之後，最近出現明顯嘅跳空高開，形成咗一根強勢陽線，並且突破咗之前嘅阻力區間。目前股價正沿住5日、20日等短期移動平均線向上攀升，位置處於布林帶嘅中上軌，顯示多頭動能相當強勁。MACD 指標亦都出現黃金交叉，快線突破慢線，柱狀圖持續放大，代表買盤相當活躍。整體嚟睇，日線圖呈現出一波健康嘅上升趨勢，目前冇出現明顯嘅技術反轉信號。再從1小時圖嚟分析，可以睇到股價近期形成清晰嘅上升三角形態，顯示買方持續進場，推動短線上升趨勢。我哋可以睇到多根陽線伴隨住成交量放大，而且喺均線嘅支撐底下冇出現回落跡象。布林帶嘅走勢向上傾斜，開口亦都擴大，說明波動性增加，趨勢相當強烈。MACD 指標喺零軸上方持續走強，冇出現死叉信號。整體嚟睇，各項技術指標都支持短線繼續反彈，並且有機會向上突破近期高點。觀察成交量，今日成交量大幅增加，比起過去嘅日均量明顯放大，代表買盤力量非常明確。從技術面整體嚟睇，多頭強勢，不論係動能指標、布林帶或均線系統，都呈現利多信號，股價以跳空方式突破前期震盪區間，顯示市場風險偏好正喺度提升。雖然我哋仲係要注意短期可能出現嘅過熱風險，但目前各項動能指標顯示股價仍有持續推升嘅空間。喺阻力與支持方面，目前上方嘅阻力位可以關注36.8港元、32.5港元以及31.14港元，下方嘅支持位則落喺28.7港元、27.1港元同埋25.6港元。總結嚟講，三生製藥喺經過近期強力反彈之後，目前處於明顯嘅短中期上升趨勢。琴日出現嘅大陽線，加上技術面多項指標都呈現利多信號，短期趨勢受到支撐，有機會繼續維持上漲動能。短線睇多，態勢相當明確。